台中捷运的意外造成一死10伤的意外。台中捷运代理董事长林良泰因为事件风波，伫昨暗时主动请辞。台中市政府是随批准。不过今仔日也互人发现，台中捷运事故迄天的资料显示，为障碍物弄到隔音壁开始，7秒之内行控中心计总是收到16摆系统的警告。有机关要求检讨，不过台中捷运也随赔回。台中这个月才在发生工地吊琴落落轨道，和捷运列车弄到的重大事故，引起全国关注。市议会要求台中捷运公司提供行控中心影像甲无线电译文。13件讲内容指出，自12:27:04吊琴吸到隔音墙开始，7秒内行控中心拢总收到16摆系统告警，也毋过中捷人员即刻真感是带电跳电，无意识到轨道有物件动着。行控中心的人员自始至终都认为是台电的跳电，完全没有意识到是轨道有异物的入侵。我觉得这样的应变实在是太荒唐离谱了，完全搞不清楚到底事故发生在哪里。根据无线电译文显示，27:04吊琴弄到隔音墙，收到来电线的告警信号，中捷警官无警觉到有物件。27:45列车弄到吊琴，一直到29:14才回报有旅客受伤。政治人物代表会伫面切出期，中捷柜台其实有紧急断电箱，会当直接互列车失去电力无法度发车，显然疏忽训练，失去救援的机会。也毋过中捷反驳是假信息，断电箱内 H0并毋是紧急动车的装置。只提供人员进入轨道工作进行断电安全防护使用。那行控中心系统时收到的告警信号是伫往北的轨道区，甲发生事故的列车是属于无同的方向。当下行控中心收到电力告警是上行轨道，它是往北仑总站的方向。那依程序，我们是以电力异常处理程序来因应。而事故列车当时所处的轨道是在下行轨道。它是往高铁台中站方向，是在不同侧，是没有相关的设备告警。台中捷运公司代理董事长林良泰因为连续事件风波，12暗宣布请辞。台中市府经批准，目前监察院黄秀玲等3名监委已经申请主动调查。规个事故敢是涉及经费疏失，有关有待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